喺美國生物化學界有一個重要人物，係花蓮客家子弟，亦都係今年也拿到客家貢獻獎、傑出成就獎嘅葉元琪。葉元琪係生物化學同分子生物研究嘅專門，已發表為78篇嘅學術論文。為受到發揚客家文化到國際上，而係成立嘅阿田石族台灣客家協會，同時喺美國積極地推展客家事務。雖然佢頭腦冇澎湃，不過總係看得到佢慈祥嘅笑容。所有嘅表現就看得出葉元琪先生同學術界嘅風範。蘇大同學嘅佢唔但參與生物、老化學一道200項，有同高嘅學術成就，為到提升客家文化、老台灣嘅能見度，葉元琪還較創立阿田石族台灣客家協會。佢哋對客家，因為台灣客家文化興趣真高啦，嗬！最期待都係有台灣文化、客家文化來按到社會上，還有學術上，還那個增強。跳從年係喺美國，葉元琪並冇以為安樣填標題自家嘅行業。第1980年起始，希望推展台灣文化老教育。34年前開始積極推動客家相關活動，不論島內幾多同熱心喺國外為客家打拼。唔會講啲重要啦，嗬，但係唔會講嗬，你咩愛上到人家係客家人啦，愛對客家人有感情，客家人係很驕傲的。喺學術學葉元琪發揮家嘅才智，為行業增光耀。每成功本客家有機會，透過之後本人看到。客家新聞小王漢5月推播報道。